台中清水有3丛100年的老朴树，其中一丛树新生乌斑，可能是感染到细菌。农业局讲已经针对着感染的部位来做防治，希望会当把这老树搁救回来。 路边啊，这3丛100年老树见证地方的历史。这是清水区镇平庄朴树3兄弟。最近有乡亲发现讲，其中一丛树叶啊，强要落了去啊，赶紧甲议员订正。我们市政府也编列了一笔这个维护老树的保护经费，结果呢，只是这个把这个老树全部编列之后，后面都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维护。这丛老树拢无发新叶，这个树壳个乌色一搭一搭，可能有感染到。农业局表示讲，因为检查拢正常，采集的真菌化验冇结果啊。 现场树干所采集之真菌，初步判断为树木腐朽菌，树体以往并无异常，有可能是病菌侵入树岛组织造成的。 农业局表示讲，已经针对感染的部位进行治疗，希望讲会当协助这丛老树恢复生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